传听传听。所以其实都是有造成的。他的是因为呢，这些那是我们这些为说，应用其他的文化，按照的天时来，其他天时的有说不可以理解，所以他的爱情是天天放在心里，然后是天天，所以这是多数的比例它是低的，因为是这样一样嘛，那后面是有国家什么的，所以这是都是有的。后面一个是3年，没达到，没说一点达到的呢，并也高兴，因为高兴的不知道这个也没公司的对，你不是对，因为分别对，你不也意义是地理中这里要太多这些这些主要的用功，也是刚性意识嘛，开始努力的讲因为咱后代呀，修炼嘛都必须在变数的心就是教导，所以讲呢，讲主要这些交流中，马人修炼他的教，所应该经受有了，亲受不这些交流中，对着了的所有开始爱心多。是咧讲，出后呀，大家是要讲，还是没有讲，所以在都在心嘛，都有心嘛。听到你，如果哪有经过咱新的机会，听的就是咱那好，听的是有心态安呢。所得就是咱事情当中真正爱着去做心去听，就是当客厅客看，拢无路，靠较济人有什么体会？你去看5道经济看了，人体毛嘛就是体，人的体毛是本就体毛，毛是本就体毛，所以这个会理性的就是。都是人看着了一种的话，一种的思想，一种的声音，一种的笑，比当听话。那咱叫咱这个包括咱现在就是对他看在这个就是看这个，就是咱的听话，是咱无做实体听话。他是说他是把这个听。翻回来嘛，就让他看，不安的特别我这个店，都是因他的贵，接下来之后，尤其这个稀缺的老是这些稀缺的老是这些机会，所以在来讲有西雕，不仅有些机会，社交的。都讲2楼，按各位这里在都讲2楼，都讲2楼嘛，好吧？看看方便，听着你2楼，是不是？看看方便，是这9个是常见的，也讲2楼的，按方便。咱这个体会，还是这条要顺规矩，你爱看你对，听着你好，看咱安怎听，是要听真实的，是讲到正面，还是要听好体会，要听好体讲，你看咱
所以打做当天，作用伊可能去体会着，作用伊可能去感受着，作用伊可能真正是希望在对当中真正可能记住的，对不对？真正以体用发到我们讲啊，是当然是什么？所以这个对咱我们的决定做真正是牵着他。爱自己，他去开展，唔能今天去快把他活下来，爱自己快他下坡再来接着他，那个以前叫做发展他阿不能力对他，已经不能力对他，不能力对他，这是谁不讲嘛？对他有讲啊，所以已经把他教呢。重点都是重视的，理性之所发展如何，表现的，这段呢，你们讲佛法品当中，所以为什么大家称这佛法品？它就是因为太多当中中听到了这干，等于看到了做的开始发展了后。当中选出了地位地位，所以这真正接受了那做的开始，所以咱讲讲，方面对你的讲这开始，这一定要记住，明白吗？所以经营了这个做法呢，让太阳用多么的地位，所以对讲会讲啊，咱们找到这个上。这个要化，实际社会咱们讲社会其实呢是上面有必须的战略，对于多些年多方的为导致社会了学习的20个都大家都讲，虽然我都到这里人的形象下，但是个人的体会所以呢，是要咱当然咱都国家进来讲那个精神的形象，学大学生学大大家当体会，唔过呢，其实咱也真正有心去体会，到国家咱开始办公的时阵，咱看哦，那安当然性情社会的形象就是家长都体会。价一样，按照我们要这个看，咱把形象符合的一定要对应社会的形象，咱们按照这个看，那种跨境自己才能。所以，跳的、工作的、跨国的，未来为他们理论上开放的变迁，开放的变迁。所以，这个大家呢，再来后来都有心魔。所以咱用咱的有心体会，就是真正去不断的精进。所以咱讲有心人在我做真正继续精进，咱有构建，咱有构建，所以咱国家法律的规定我们这种情况一样，慢慢打击。是也心海滩有一点，这都是这个哇，我在那种，那哪个电影讲过？那哪个电影播的嘛？不你讲什么？这个电影播的，这个在播的这个，像这个电影播的，这个是太点的，还直接太精进了，比较多的。当然，把这个精神如何来带嘛？那呢是讲这种电影，所以呢，从那个方法，我呢讲这个我非说哪些我是做的，我是这个所以才是这个电影比较多，平等鸟不靠近了，所以这边讲到了，我再来说是爱精神做看看，所以区别很多嘛，所以然后我们的对研究自己的接配，所以这当中呢，
如来说，都有心魔在这样，所以就给如来的这个东西下课。第三，这里我按能够他们把健康咱说可能这个我如咱经验说，我的体会，所以讲好，因为平常平常，简单一点。所以呢，这个当中就给如来有这个东西给加的，这个如来这些东西，哪一点如来讲这些东西？以意义来讲，是在讲咱个人的本性。以经来讲的问题是在讲就是讲规模的所比喻的，比如讲本，若是讲本呢，是在道，咱就讲其实这个道。是日常生活当中形成的东西，为不了真相。但是这个用言用道用讲，不是在讲地道，这是啥？是在讲相。是在讲这个相。所以这个相呢，是形象的。意思来讲，咱来讲。咱修行上头也是希望让你执着治疗某一个修法者，咱来讲某一个修法者包含个人难办。咱如果能就治疗这个相，实际是呢，咱所讲的，咱所比喻的，拢发在以这个相上来讲，安尼。下的超下的这个下的不会动的，这个下的是公办的。以上启动完了，因了咱个人的自性当中，咱的心所写出来的这种的念法。所以咱所讲的是啥？心所讲，咱是包括方面的心法。这个心法咱们心有感，你看这个教授，这个教授，所以咱出家人现在就是在讲出的你讲的科学本质性，它是很离谱的，我也是这个认为体现这个说标准。你第二点，你就不想讲乜嘢？你不想講，嗱你，我哋嘅本質性，提升就是講，認真嘅目標，達成路上中，而且係天天不想講嘅。为现在来说呢，体心就是高，所以咱懂咱儒家经来讲，这个心，它想这对，想这对，想这对，这个心啊，就是瞎的，就是瞎抓，就是主抓。为心灵态度有一定无理控，那你的心灵的空就是它就是空，所以把这说出来就是水。不先把时间理解掉，要到规个都就是空，所以空就是水，它水就是空，空不理解，水不是空一样。但是为什么是空方式它是加热的它这里有个点高不老锅里面加上高热，点高的点高，它这个点高就是小。为什么它把这个点高变成小？你一万先说刚样的，必须出现
当量，我就是当量的一个健康，这个意思是。新人是当量，健康是比较这个，你也讲是刚才是量的量，新人是刚才新的量，它是健康有关系。所以显现上显现的首先，新的时候，所以修行上我们讲说达到懂经读，这个空就是显它这个是空，是先嘛是显，是显嘛是先，你不能。空的是空，空的是空，它显的是相。心常显不相相的，其心就是一切有理。所以光对比较光对这张图，一切所有的作用都借着心。所以在我们别人讲讲啦，这个为了诸法空经，这个诸法空经上，先说出来一切办法，万物是令咱的心三清楚，叫做清净的，我发现好无？是因咱的心，咱的道在因的当中。咱的这个就是讲这种经书，或者是体会，这叫做心道，或者是体会这修根。有的人家呢，你听哦，或者是心的道，好，不是好，唔好是因为我心道以上的另外我为天上这方面的这种价值，但是当咱想了后，了后，你会当爱回倒转来，就亲讲健康，我是说健康大家来对我哋好，但是你别在你这个领域健康多嘛，健康是干啥的？听人家说健康是两个，你哪一回倒转来？赶快。所以在懂心了后，为什么讲到起心的时候，就是因为咱这里的小起心才有开始的小，就无法度到这个人。但是咱的本来清净的心，就是灵来，就是灵来。所以在讲你动用了后，用了后，做了后，开了，等到当你开悟了后，你也会去做什么？会去做什么？你再让你去做家，所以这叫诸法空性。刚才讲三大法，这个有我开发就是所有这些东西，但是其他的开发是接到。所以在我会讲的时候，多人进来就说，看他的比如这可能那个边，他们自己搞关系，多人进来就说太大，太高，不是心爱高，也是哪爱高，对吧？刚才在我多人看什么叫什么，他那个多大，想要在多人有心高，爱高是这些东西的人性。对吧？但是这咱们个人自然简单啦，照看广州啦，对吧？大家都讲自己的这个那个方便方法，我这种建议啦，他的方法是请记方法我的建议啦，就刚刚说的教了好，宣传了好，研究了好。咱家就觉得这样子，你们在自己讲，这两个说呢，这个在国内呢，有些就是我刚开始那个打回到这些那里，了解吗？
其他地方当天经济好，伊个成员有，伊个热情所有也都达到今仔伊真正法度到开幕见证，这是人的经济所见的，人过去所经的到底是什么？我，这个规律，咱们讲困难，但是困难的主性功能，就是困难的叫就是困难的定定，是因你在到家这个地方是两边表现的是个标准，让你也要去形容这个困难，当所以呢，所有的就是那就是别伙伴。自由化，这种是自由化，这个什么叫做自由？这个什么叫做自由？这贵是在你在老板面前开始贵，啊，就是你这个法律的自由，跟咱们内容啊，跟法律分开来，所以叫做主观公平。那你所谓的无所将来，便无所处，无心无变，当然。无所将来，我发起第七任无所将来就是无所这种第七境界的我发这种方法不，有些地方别人发现配合就是经营作业法，所以同样无所将来，无所将来，过去人太过贵，当然人但是咱们教育的，哪个讲到抗竞赛啊。公康长可看，那他得方面康长，但是点开这些小呢，就是小的原因嘛，对吧？他比较这些那个英雄呢，完了，可他比较这股票，他在进来后英雄股票，你现在这个我到底是信息得这个经济还是还没有干？所以这种马上有些股票。我希望他是后面那个条件，或者是后面这个规定以后，没有给我发布的情况，这就是咱的国家，这就是咱的需要。但是哪个类小过来，他们咱讲还是我们的方案，所以是不是需要过来？但是承担到个人家庭。但是可以为这个这个小孩的感情目标，也不想到他有比较大的困难。当然，别人讲，但是在沟通上，比较公平，你得配情况，所以你得配情况，至少得去打，把别人家的公平，会有变成公法，就是别人家的。所以这是说，无所求的。所以我必须把咱公安店都是做对吧？卫生态都是做对吧？给你讲这个就是不说到哪样，我真的是不说到哪个了。在过去的嘛，都是谁方面意见的，对不对？他是，但是我说过去的这些是今天来的，是因为看这些来这些，马上来说过去的是了，但是过去为今天的谁方面有这样的。他们把它往后，选地产哪怕是听，你不然做在公司说什么来听，然后有所以这个社工，这个理解是个需要，先就一点需要，给我在自然的目标，我在实际进去，你看今天还是好像怎么样，感受到。靠这个收看，这是你的秀创。但是评价，不要单单评价，还要人家的小孩子照片，把人家照片，把海王，把我照片，人家就是这样。但是其实他俩照片是他唯一的人是对比者，就是看，即使在这个时期开发20几年，
卖。咱这部分人啊，社会过程情况，这个地位高的人啊，社会一时开放，如果他这个对这些，你咱这个开放，这样子，我好开放，其实咱这是开放，带的就是这个，无法做啦，到是这个拢开放。如果这个是离开吗？那这个是开发的，大家开发是一样，它是谁给买？所以你所将来，你所将去，就是本人所将，所以政府我把这些事情都给买了，第一个咱就是咱就是就是那个对义务啦，义务一个，咱得多给到义务。咱是多给都是义务，听就是这个社会，现在这个对人这个影响分析家的对当时存在你要这里空间，你这个空间，好，现在大点一样，这个这条学家，甚至不讨论，这个不讨论更正常。这个他这个说法，然后这个空间呢，它是有机会，明白吗？这个这个这个空间它是跟相同的联系，一个是，嘛是这个义务的空间，那我觉得这个，嘛是这个义务空间，所以有效，它无效，咱拢是这个义务空间。你有钱在高开发的，嘛是跟着这个空间；你有钱在高开发的，嘛是这个义务的空间。那呢，咱上就慢慢就对了。所以这个过来说，无所将来，也无所去，偏上这个来对的。这个定义到这个讲，当然，这个定义不是这个马上就好看。看，要改设改不设改，上天地天，怎么个？咁上天另外一个所在，天天另外一个所在，地天另外一个所在，无啦。这个义务的空间，但是把我们的听过，很听过。所以说，啊，一旦到咱里面去搞功能，说到要是怎么盖化，怎么盖化的？怎么盖化的？看来今天那边说的，今天晚上那边说的，光天有所谓的带坏的，对吧？消费者讲讲这个，他们在这个，他在这个，我这跟这非常不一样，我要把我们的当这个方案，他在这里赚的，赚的。然后我们一天打大比例的健康，基本上也讲到基本上健康，大家都有救，这些是口销，这些是比较需要看，等下就交代这些，我看自己的记录，我看他的记录。然后没方案，都没有给标这个，他俩给标是谁方面的分？他们评估，两个没有给标，评估标我也在讲呢，那为什么？那个让你做饭，
就是目标，我们目标就只有一条定啊，就是目标是这样。但是标准有点小风啊，我做谁啊？我这小几个啊，对吧？你这小风啊，你这小面包啊，你这个小风，我做谁啊？但是将媒体风格把它这个会，给他们让他都会报嘛，对吧？所以呢，这个是吧？其实他说总得风范，总算是告诉人家为本了，所以呢，为本的告诉你，不单单是这个本来的风范，全法。第二个，我一直跟他讲，好平凡，要多把平凡，要多的平凡。所以时间他是讲跟别人对对，他这样讲，我的别人为什么？其实这两个有关，这两个别人，这两个你看，你这各两个别人一样，你的各主要我时间呢，那从各个哪个这块的，哇，这这块。这帮对，我现在共同的他们这样在，如果也看他们老板说那个说的，有老板说想放我包包上工作，我拿一文一考，一这叫什么？有看什么东西？要多把这关包关。这是经济高度这个方法，或者你这个上这个时间嘛，所以是个发展的，你看在这个方法去走，你在发这个走，他们讲说发展，你讲去走，这边要变小的时候，或者这边要变小应该是更难，说讲上的，方法上的不要去讲的，方法是方法，我讲的，时间的方法非常高的讲。这点方法就达到我家，达到利益。所以家里说无所求来的无所可以我按这个来好的这样子，好的这个样子。所以家里所谓无心无非诸法空性，这东西呢就是清净的想得感，想得感，所想。都能找都这个讲说到这个重点都这讲的这个情景都讲的你们所谓的其他的动作是这个想一下，所以我给他们讲对你这些人，他们来这边有点的有要点这个动作是不是想见？诸法空性是诸法无心无根，无所求来的无所无心无根的如来清净相。所以这讲他的下规会给我天天班化会分出比较理想跳步，理想跳步就是上。只要他跳出，开始练习，我抓，这个抓的上，他是你的这方向，这方向是西上，西的开启的天使。哪一轮也讲这个开始，我讲哪一首来把这个天使，听古代的祖先，你这些都会包围，当时的酸泥，指导呢会或者说在听说现在这个祖先你那个天空。
咱的所作所为、言行举止、言行做梦，拢是这些事情的恶业。哪面呢？第一讲是在讲啥？都讲好会，先的是动态，先的是静态，先的是动态。所以呢，在动静有如这个上，是啊，只要咱们现在看到动静有如，这个动静有如方法。而这个空间内，该动则动，该静则静，该动则动，该静则静，该止则止，该动则动。这个方法，空间这个，该看的人爱做啊，就是爱做，对不对？该经历的那一个就是来分析的。所以，你在田中的猫。老在天气的照单，就是这个规律。现在天气越难，社会科学对人体有这样一个机制。天气分享的一个机制嘛，它包括都有啦，一些都是外造，看得到，这是心灵上的这样一个，所以讲有分数。啊，因为呢，发现这个心灵上的这样一个机制，哪个心灵上的？这些心灵上的这样所谓体验，所以讲这些是好处，跟东西的提交，那这些底下，婚前就是动静一起发表，咱们逻辑一样的，所以在这方不出现不出口，不讲究，不出手。这样就是动静的，所以这场中呢，当然呢，两家的，就是这样的方，讲这样的想，我就到心情去。贵，那是叫我当地方，都讲贵的心上，这是某些功德，其实它是该这个，对，为什么？已经这些条件别的地方的跟谁讲？那作者那边或者手机，第二个呢就叫他的道德不爱财，包括那个那边的小王旁边的，也是这点一都到了，也是他们在做。那哪个谁？这是咱的谁？咱的思想的谁？他们在过去的事情，反正这个地方都没发现，都没发现，那这个我得讲，这个我得跟谁？我刚才讲的那些台湾然后讲的是你说那边那个，我然后在或者你在谁讲的，我在你放的不对的，我刚才讲的在谁呢？我刚才讲的，对吧？他不是跟中国那是谁对吧？是吧？那个家，无嘛，老些，对不对？他也要谁要讲静静动静有，但我发现这个人在做要就是说，他哪有的是这个静静，他哪是动静有，马上想得到我大。我主要说，当这些当时在手机我看，这在当时这里头对吧？那哪些电影，在这里搞这里这几天啊，在哪些事，对吧？那混色啊，有叫这里天主的梦，那有的那个是在里面，这个塔。稍微就是哪个在里面出现，但是其实这是个方案的北京哪一个经过哪样不行？经
实嘛，未来我说了，消息这一个，安嘛这个经，所以在我们来讲，经以前是三代的，是自己经营这个三代的讲，中间都上，后面整个小书记的，这个是个男人，现在早点上来真的上来，怎么好整这个多少大，包括这个多少新这个多。整个小书记的，所以这个就是在建筑环境的感觉会，所以说在社会和社会嘛这样建筑，忙这个是有个好，我现在的主张开发美观，计划都是以前交通啊，但现在哪都不让你做，我们建筑一点点都高下来。哪里会觉得必须是需要钱？所以现在都改改比赛的在国内改比赛啊，所以这个规定上就是，所以这个定点无尽，通告后以告位。这个无情是讲无的，就是讲不讲听劝，不行妄言，不主一切，所以这个经常应该讲啥？对。中央老师对人家是心里说的，这个希望，所以呢，这场中呢，我把自己跟这个搞，自己对比，就是说，给他那个关系嘛，基本上没不给，那种加工的加薪，不但老师给薪。不好，然后就变成搞这个工资高，可在时间哦，然后大家现在一两个是变成现在是不用了，我干错，那你给我，你去出给到你出给，走了自然到这边，对吧？按哪现在这个滚，两个看这边点跟刚才这个，刚才那个在家，所以在家嘛，就是给嘛。所以讲到你这个，你得规定，对吧？反正都是有些人啊，有信心的人，大家，出家，马上跟着，所以这个很多人马上他让你后面这个人是说，后面讲更多是给了，就是讲正对他的努力。对吧？所以50万呢，当然要在上海，这是黑国的问题了哈。50万的底子的东西，它会有一定的效果。所以你这个上叫问题，让大家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它黑的是修嘛，都会影响掉，有些一这个对这个当中的新款的第一步，它不怕肉眼人体它变化，这样这个按照我们实验的问题，实验的这个要定哦，就它看得到接到，这是我让你为了担心它，这就是它的